PSA 鑑定服務又改咗政策啦。PSA 早喺5月中嘅時候已經做咗一個調整，喺 Value Bulk 嗰度處理時間都接近而家係將近大半年嘅時間。起訴門檻由原本最低20張已經提高至50張先可以接收。由於今年嘅鑑定服務嘅數量暴增，PSA 接近有1000萬張卡係等待處理。為咗處理好現階段嘅鑑定，會喺6月2號起全面暫停4大 Value 嘅平價方案，即係 Value Bulk、Value Plus 同埋 Value Max。即使喺6月2號起，如果大家想送卡去做鑑定服務，最低就只能選擇 Regular， 足貴咗55蚊美金一張。暫時 PSA 官網裏面又冇公布到計幾時或者會唔會開返 Value 4大嘅方案。之前拎咗去做鑑定嘅卡，而家都返咗嚟啦，一齊嚟睇下啦。今次總共有6張卡拎咗去做鑑定服務，2張係拎到 PSA 10，有3張係拎到 PSA 9，而有1張就即係拎到 PSA 8。大家如果有卡想拎去做鑑定服務，就要趕喺6月2號之前啦。我哋都有出一啲自家設計嘅 NBA 周邊產品，可以上我哋網站睇啊。網站喺 description box 嗰度又見到㗎啦，拜拜。